令數字教育真正落地，並非單靠任何一方之力，而需要跨界別協作。香港教育城自2025年起成立數字教育生態圈，以創新協作模式與業界及學術界夥伴攜手，將業界技術轉化為課堂可用方案，同時提供平台與實踐場景，協助學校試行，支援教師應用，並讓學生親身體驗。大家好，我叫 Alan， 我係大圍國際研究院嘅院長。我哋大圍國際喺香港咧已經服務超過咗300幾間學校㗎啦，而我哋喺內地咧亦都服務緊超過1萬間嘅學校嘅。咁我哋喺馬來西亞啦、喺澳門啦、喺歐洲嘅波蘭啦，同埋其他國家咧都有一啲學校咧用緊我哋嘅服務嘅。咁我哋嘅工作每日咧會接觸大量嘅老師同埋學生嘅，而我哋同教育城嘅合作咧就正帶俾我哋好多唔同維度同埋唔同層次嘅交流嘅。我哋同教育城一齊合作咗好多次線上同埋線下嘅教師培訓嘅。除咗我哋會講下我哋嘅服務之外咧，我哋亦都邀請到一啲體育科嘅主任啦、老師啦同埋校長一齊嚟分享嘅。同大家講我哋嘅最新嘅 AI 體育教育嘅理念啦，反應係非常之踴躍嘅。我哋同教育城嘅合作，除咗喺香港展開之外咧，我哋亦都嘗試好多創新嘅合作方式。前不久咧，我哋就邀請咗教育城嘅同事咧一齊去參加喺成都嘅教育裝備展嘅，嗰度有我哋嘅 booth 啦。我哋亦都邀請教育城嘅同事參加呢次展覽咧，我哋 reach 到大概有20萬個參加者嘅。呢啲參加者主要係集中喺中國西部嘅一啲校長啊、老師啊同埋業界嘅人士嘅。香港呢邊咧，我哋亦都組織咗大概有50幾位嘅校長嘅老師去參觀我哋嘅 booth， 去體驗最新嘅教育科技嘅。咁我哋發覺咧，除咗參加者除咗對我哋本身嘅服務咧好有興趣之外啦，亦都對教育城提供嘅一啲信息咧係好有興趣嘅。佢哋會好踴躍咁去到教育城嘅 booth，去詢問香港嘅教育方式係點㗎，係嘗試去 download 教育城嘅 APP 嚟使用嘅。所以我哋發覺咧，我哋呢啲合作嘅形式咧，可以不斷嘅創新。除咗可以喺本港之外咧，亦都可以返到內地啦，去到國際啦，一齊去宣揚除咗 AI 科技之外咧，亦都宣揚香港嘅教育嘅理念嘅。我係大圍國際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嘅蔡總監。咁今年咧，我哋好開心可以同教育城合作一個 PIX 嘅計劃啦。今年喺 PIX 裏面多咗一個 S， 就係 Sport 嘅部分。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學生可以更加注重呢個運動與健康。喺傳統嘅運動科裏面咧，老師如果要頒布一啲暑期同埋家中作業嘅時候咧，係十分之頭痛嘅，因為咧每個學生自己拍完片之後咧，仲要 upload 上網，老師仲要一段一段去睇翻動作啱唔啱啊，或者去逐段數。咁而家咧透過未來嘅 APP 裏面咧，我哋同教育城合作嘅 PIX 計劃，老師已經喺 App 裏面頒布咗成個暑期嘅作業。透過 App 裏面，老師同學生都可以睇翻所有運動分析啦、運動報告啦、運動得分。咁而學生咧亦都可以因為咁樣而更加鼓勵佢去改善動作，同埋做更多嘅運動。咁我哋同教育城嘅合作裏面咧，希望咧將呢個運動氛圍由學校帶俾學生之餘，將由學生亦都帶翻俾家庭，即係佢哋嘅家長同時可以登記一齊做運動啦，甚至乎邀請埋爺爺嫲嫲一齊去運動。咁咧喺呢種線上嘅一種交流上面咧，希望我哋同教育城嚟緊再將佢推返落線下去，喺啲線下裏面舉行一啲健康嘅運動比賽。Hello， 大家好，我係 Seal AI 嘅聯合創辦人 Hillman 陳元剛。我哋嘅理念咧就係結合 AI 去幫助老師做一個上堂用得着嘅教學方案。咁我哋同教育城嘅合作咧，正正就係聚焦喺點樣用 AI 嘅工具去做一個教學嘅培訓課程啦，同埋配套嘅資源。教育城作為學界嘅超級橋樑，係好了解前線老師嘅需要。而我哋作為 AI 嘅平台，係結合前線老師真實嘅教學場景，去打造一系列嘅培訓課程同埋資源。咁喺呢一個學年咧，我哋同教育城咧做咗7堂嘅 AI 學人系列啦，接近2000位嘅老師參加，咁個效果係非常之熱烈嘅。最重要當然係 AI 素養啦，因為用好 AI 咧，最緊要知己知彼。咁我哋會帶領老師咧去了解 AI 背後運作嘅原理啦，同埋佢嘅局限，知道即係 AI 喺咩情況之下應用咧係最適合嘅，同埋可能潛在嘅一啲模型裡面嘅一啲風險同埋一啲偏見。咁從而咧令到老師有一個思辨嘅態度，可以去用一個安全啦同埋負責任嘅方式應用 AI 喺課堂上面。咁好多學校咧都想推行 AI， 但係唔知點去開始嘛。咁我哋會分3個階段去幫佢哋推行嘅，由規劃啦、試行到一個優化3個階段啦。
我哋開始會幫學校做一個起點嘅評估，了解自己開始喺唔同學科嘅時候，佢哋自己 AI 嘅應用嘅處境係點樣啦，訂立一個里程碑，同埋推行呢個跨學科嘅教學。咁我哋仲會制定一個內部嘅機制嘅，咁定期去回顧啦，同埋內部去溝通協調前線老師嘅教學需要，咁等學校呢一個清晰嘅持續嘅 AI 發展路線。咁成個培訓課程裏邊咧，最受歡迎緊係學科嘅應用場景。咁我哋會結合 AI 嘅一個互動嘅元素啦，幫唔同嘅學科好靈活咁去運用。例如話英文科、語文科，佢哋嗰個寫作啦、閱讀嘅教學；普通話科嘅口語訓練，以至數學科、電腦科嘅一個解題嘅技巧。咁我哋會喺學科上面咧，同老師去度身訂造適合佢哋嘅學本嘅一個 AI 教學方案。咁透過今次嘅合作咧，我哋制定咗一套咧，可以幫前線嘅老師運用喺教育學上面個 AI 解決嘅方案啦。我哋亦都希望咧，喺嚟緊嘅將來同教城可以更緊密咁去合作，更深度啦，去提供呢一個教師嘅校本嘅培訓，同埋可以有更多元化嘅教學培訓嘅場景。希望可以同各位老師一齊並肩作戰，我哋去做好呢一個 AI 嘅數字教育。我係 Wins AI 嘅銷售總監 Alex。我哋公司咧係主力研發人工智能相關嘅產品同埋課程。喺前年開始啦，我哋同教城展開合作，重點係培養學生人工智能相關嘅能力。希望用一個更加貼地啦，學校更加容易推行嘅方法，一齊為推動數字教育出一分力。唔少學校咧都希望咧推行一個富趣味性嘅數字教育，但現實上咧未必每一間學校咧都有足夠嘅人手同埋安排咧去作出具規劃嘅安排。所以是次咧，我哋同教城咧特別推出運算思維及人工智能嘅網上課程同埋工作坊，正係希望透過教城嘅平台啦，同埋網絡嘅需要啦，特別係咧成個課程都係免費嘅，希望俾學生有一個具系統嘅規劃，受惠於咧最創新嘅數字教育。其中自學嘅課程咧，我哋吸引咗5000個人次嘅同學仔參加。咁我哋亦都喺網上舉辦咗好多場工作坊啦，吸引咗1000個人次嘅同學仔參與。咁透過呢啲課程咧，其實同學仔第一步咧會建立咗運算思維嘅能力。當中咧，我哋會訓練佢一啲數字基礎啦，同埋邏輯思考嘅能力。然之後咧，佢哋先會開始咧了解人工智能嘅一啲基本嘅原理啦，同埋人工智能嘅素養。到最後啦，咁佢哋就會咧做翻一啲人工智能嘅應用喺唔同生活嘅各個方面。喺網上工作坊入邊咧，導師會實時指導啦，咁帶領學生實踐人工智能嘅應用。咁學生可以製作一啲學習工具啦、音樂嘅作品啦、影片啦，甚至網頁等等。咁希望學生咧透過人工智能咧，可以靈活運用喺佢日常生活同埋學習當中。咁亦都建立對新科技嘅興趣同信心。最後咧，我想強調嘅係，我哋同教城咧係會持續咁樣推出一連串優化嘅課程同埋產品，希望帶領學生咧喺人工智能呢個新浪潮之中咧，建立佢哋嘅信心，令到佢哋有獨特嘅優勢。Hello， 大家好，我係 Campaigner 沿途嘅聯合創辦人 Queenie。咁我哋公司咧最主要係以創新啦同埋科技嘅形式咧，去支援翻學校、老師、學生係特殊教育同埋心理健康需要嘅。咁而我哋今次啦都好開心啦，可以同教城合作啦，咁去共同咧去推行一個家長嘅 APP。咁我哋希望可以將我哋 AI 身心靈健康嘅測試咧，可以推俾更多嘅家長使用。咁一直以嚟啦，大家認為咧推動數字化教育咧係非常之依賴學校嘅。咁但係咧家長嘅角色其實係同樣重要。一個小朋友嘅身心靈健康咧係會影響佢嘅日常生活啦，佢喺學校嘅表現嘅。咁而我哋今次咧同教育城一齊推行嘅 AI 身心靈健康測試咧，係希望可以透過一個語音模式，令到家長咧可以同我哋嘅 AI 去互動，跟住去分析翻小朋友嘅情況。而我哋都會透過呢個情況咧去俾翻一啲適合呢個小朋友嘅一啲育兒方法同建議嘅。咁我哋嘅 AI 身心靈健康測試咧，其實都係以國際標準去設計啦。咁同時咧，我哋俾嘅意見咧，都係加入咗一啲專業人士嘅一啲知識喺入邊嘅。咁我哋希望透過我哋嘅 AI 啦，可以俾到家長一啲即時嘅育兒技巧分析嘅。咁而我哋都想強調翻一樣嘢啦，就係我哋今次嘅測試咧，淨係 for 教育同埋資訊用途嘅啫。咁如果家長們使用完我哋嘅 AI 測試之後咧，見到可能都需要多啲嘅支援喎，咁我哋都會建議咧，你哋可以揾翻專業人士咧去尋求一啲幫助嘅。
咁總括而言啦，我哋今次咧同教育城嘅合作咧，就係我哋嘅家長 APP 上邊。咁我哋希望咧可以透過一個 AI 心靈健康嘅測試啦，可以令到更多家庭咧可以得到一啲 AI 嘅支援嘅。咁以而家咧一個科技咁發達嘅一個社會嘅情況底下咧，咁其實家長咧都可以好好咁樣利用我哋一啲嘅 AI 工具啦，而去得到一啲適合自己小朋友嘅一啲方式嘅。喺未來，我哋希望可以同教育城一直持續合作，喺無論學校定係家庭層面去支援返更多需要心理健康或者特殊教育需要嘅同學仔。教育城將會同更多夥伴建立緊密合作，發揮超級聯繫人及超級增值人嘅角色，一同推動數字教育，聯繫夥伴，服務學界。